来看卫生福利部推动个别病院总额的新制度，传出讲部分医学中心可能会起挂号费。部长邱泰源今仔是表示讲，外界风声讲，台大甲成功病院的挂号费会起，也毋过伊确认过，这两间病院目前是无起挂号费的计划。医改会嘛呼吁讲，新制度实施后，要爱特别注意，敢有下体病人的状况。今年2月中，类流感的疫情严重，急诊的门口显示病床已经满啊。不过，要是持续有患者来要互医生看，为着落实医疗分级，卫福部推动个别病院总额新制度。各间病院年度健保的点数超过前一年的，会拍折甚至是未给付。台北区4月份实施，有风声讲台大甲成功病院这两间医学中心，因应财务的冲击，可能会调整挂号费。目前没有调涨挂号费的计划。4月份的医院个别总额如果上路以后，我们发现，在4、5月份的整个医疗的需求，跟我们去年同期的医疗需求是接近的情况之下，当然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因应所谓医院个别总额的任何措施。我们也了解，台大跟星光并没有这个计划。我首先说明，个别总额以后，再加上我们区域的合作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分级医疗的体系。那我想这个我们过去在其他区也都有经验。卫福部长邱泰源回应讲，台大甲成功这两间医学中心并无调整挂号费的计划，也搁一再强调讲，个别病院总额新制度会当管控健保的资源。过去伫其他的所在效果嘛袂歹，对急重症嘛有真侪保护的措施，袂有下体病人的问题。强调总额加上区域合作，希望会当落实医疗分级。呼吁健保署应该要监测上路后是否有不当的转诊以及医管措施，那同时也要辅导院所来强化分流转诊、集中症照护以及整合医疗等方案。医改会指出，过去医学中心初级照护率有6成至7成，新的制度确实对保障重症患者紧急的需求有帮助，不过嘛要确保中度的病人因就医的权利。卫福部要好好观察新制度实施了后，患者感受得到好的照护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